新聞頭家先來看這中東戰爭造成全球的能源價格一直咧升懸，為着安定民生，行政院是宣布9月進前電錢攏袂起，瓦斯桶甲民生用的天然氣4月嘛袂起價。也若是這塑膠材料真搶市的情形，行政院是協調中下游廠商增加產量，會加做12億5,000萬卡1斤的塑膠粒啊。也若是這醫材甲藥品方面愛用的塑膠原料，散發數的是會協助優先供應。湯可能要跟這個放在一起哦，好，節省一點哦。黃記記的兩年參試過啊是兩個冊，因為塑膠粒啊資源的影響，麵店啊頭家無奈講，即馬塑膠粒啊是有錢嘛買袂到，只好欠欠啊用。前天我再去買，結果掛在摩托車上，出來整包不見了，被人家偷了。毛店頭家講，雖然定期叫回中盤商還佫有庫存，目前暫時無影響，不過也是煩惱時間一個久會叫不回。我們的廠商是跟我講，3個月之內都供貨正常了，3個月以後就不知道了，怕長期會供不上這樣子。像我們明天有接到通知，我們會去經濟部開會，會把我們一些狀況讓我們的長官知道。美國伊朗的戰爭帶動國際油價加原物料價上大起，台灣石化製品加醫材原物料原來受衝擊。行政院初六召開民生安定記者會，要為平穩物價、穩定供應加強化稽查3個面向同步來進行。針對查緝不法囤貨，也有提高績效的專案行動，地檢署已經啟動查緝民生犯罪聯絡平台。截至4月5號為止，刑事案件部分已經有他案2件，平台行政作為的部分訪查總計有880件，稽查部分有60件，總共940件，目前均查無異常。嘛，各界關心石化塑膠製品的供應，頂手中油四輕已經提早開鑼，有希望帶動產能提升。4月各會當增加生產差不多1.9萬噸，5月各增產差不多3萬噸，各加大數的產能，4月一期總產量會達到16.9萬噸。以協調20家合作塑膠加工業者，增加生產供應12.5億個1斤的塑膠袋。國內塑膠材料搶市，連帶包括醫療器材攏有影響。對這代誌，食藥署表示，衛福部有建議因應中東情勢，供應平台單二塘仔口，通協助相關業者。同時，經濟部產發署嘛有提供小價協助，確保國內廠商供應無問題。我們評估起來，每個月需要的是1138公噸的塑料，這個部分都已經由產發署協助之下呢，優先供應，讓國內的藥品、醫材相關的供應不予匱乏。衛福部嘛針對需要增加經費，有健保安全準備基金新台票200億支援，並對業者提出計量問題，通做研究。記者採訪報道。